培養人民素養，聯繫國家未來。香港街道嘅命名係五花八門，融合咗中西文化。有啲街道係用啲吉祥嘅用語或者字眼嚟命名嘅，亦都有唔少街道係以香港開埠以嚟興起嘅各行各業或者當地社區嘅發展嚟命名。我今日要介紹嘅就係以中國地名命名嘅街道。我身後呢一條街道係廣東道，佢係香港九龍區一條非常繁忙嘅主要道路，位置方便，貫穿尖沙咀、佐敦、油麻地同埋旺角。南面係連接梳士巴利道，北面就同荔枝角道連接，路線大致係同彌敦道平衡。你又知唔知道原來廣東道一開始嘅時間並唔係叫做廣東道？喺1887年嗰陣時，最先開發嘅一段廣東道係喺九龍倉碼頭側邊建成，以當時香港總督麥當勞爵士 Sir Richard Macdonald 命名。本來命名係叫麥當拿道嘅，之後就被譯做麥當勞道。去到1909年3月，為咗避免同香港島一樣名稱嘅街道混淆呢，就改以廣東省城為名，英文叫做 Canton Road。但係由於廣州市當時都仲未成立嘅 ，Canton 呢個字當時就係一般指廣東省城，所以被翻譯做廣東道，係好有趣味同埋好有清末歷史痕跡嘅。20世紀嘅時候，喺尖沙咀一帶嘅廣東道，由於當時中港貿易同埋海外轉口貿易都好頻繁，好多大型嘅貨運都以水路為主。隨住時代嘅發展，呢度逐漸變成餐飲、娛樂、購物嘅集中地，吸引咗大量遊客到訪、掃貨同埋打卡，更加有名店街之稱。隨住九龍半島嘅發展，廣東道逐漸向北延伸。喺佐敦道至西貢街之間一段嘅廣東道，喺1970年代係有超過100間嘅玉器鋪，令到油麻地一段嘅廣東道有玉器街之稱。去到1984年，入邊唔少嘅玉器鋪搬到當時新落成嘅甘肅街玉器市場。另外，廣東道嘅中間亦都有十分有特色嘅油麻地果欄喺度，佢係香港碩果僅存、建築大致保留嘅水果批發市場。廣東道可以話係一條結合咗歷史、文化、購物同埋地道生活嘅街道，好值得我哋慢慢探索。同學仔，考考你，廣東道擁有全香港最大嘅門牌號碼，你哋估下呢個門牌號碼係幾多號呢？香港最大嘅門牌號碼就係廣東道1239號，即係旺角麗宮大廈呢度啦。